大家好，我係澳門動力衝浪板協會秘書長蘇子亮。今日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動力衝浪板。動力衝浪板採用嘅係二衝程 100cc 引擎，基本上同電單車嘅原理係一樣嘅，可以唔使靠浪，佢自帶動力，可以控制到油門。呢塊板咧就會俾一個動力你，就好似滑雪咁樣啦。行駛嘅時候呢，個鎖匙係會戴喺個手腕呢度嘅。如果一跌咗落水嘅時候呢，咁甩開就會死火噶啦。咁所以呢個係相當之安全嘅，咁唔會話跌咗落水之後塊板唔知去咗邊咁樣嘅。我哋比賽嘅時候呢，通常呢就會有救生衣啦，有頭盔，有護頸嘅，就算高速跌落水都唔會扭親條頸。最重要就係頭盔同埋護頸、救生衣，着好呢3個安全防護裝備呢，咁就成個項目都好安全。裝備齊全之後，初學者上板只需要記住4字訣：趴、跪、踎、企。第一步，先喺淺水嘅地方趴喺塊板度輕輕吹油門。第二步，膝頭哥掛喺塊板度適應水流。第三步，後腳踩入腳套，保持低重心踎低。最後揾返平衡，果斷企起身。掌握呢4個步驟，大約2個鐘頭就可以享受水上飛馳嘅快感。動力衝浪板其實非常適合中意水上活動又中意刺激嘅人，而且好方便攜帶啦，玩完都可以拎返屋企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一齊嚟揾我哋喺澳門玩啦！